Hello，讲话，你他无爱讲话，你是在笑啥话呀？有种双直播，哎，你要不露脸？喂，为什么要为什么要露脸啊？露脸啊？啊，露脸啊！我哎，刚射完，我问你，什么东西？我说我我说我刚射完你，刚睡完你啊，我刚射我刚睡完你老婆。完你老婆。你在讲什么啦？我说我刚我说我刚射完妆，睡完妆。然后嘞？没有啊，只是没有啊，跟你只是跟你讲一下，讲一下。啊，露脸嘛？我为什么要我为什露啊？么要露啊？还是要查你网址啊？你查啊，你查啊，你查啊，你查啊。啊，你你你在调那条告你公告你公路，不入。是哦，哎呀，啊，你就记得你露脸呐、你要不露脸，不要啊，为什不要啊，么要露啊？为什么要露了？露个脸嘛，哎呀，看一下你长得怎么样不要啊，不要啊。啊，会怕哟，干，操死了！对呀、这感觉国中生啊，哎呀，操死了，给了我。把他抓出来跳舞好了啦。哎，吴大，晚上好。他妈的，一些2486约人家双直播，要不敢露脸，看你老师欸，卡销啊，干没有。